国家语言无法度发展。国家语言发展法经过长期的研究、规划，以及全国各地侪场次公听会讨论修正，才由文化部正式提案，呈送行政院，然后送交立法院。伫委员会逐条审查通过了，本地按算这个会期会当三读通过，无拍算，国民党甲伊动落来，要求一个月政党协商。这个动作有啥物意涵？国民党希望咱毋通遐尼紧就来甲因对咱台湾语言的糟蹋放互袂记得。上无嘛爱伫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进前，好好复习一遍这个语言大杀史。咱台湾这个固有语言，这个本土语言是安怎会行到这个地步？这个死亡的卡道，就是国民党来台湾实施单一国语政策的结果。这个国语政策就是延续日本殖民台湾的国语政策，只是把日语改做华语，把日本人换做中国人，换做中国人的殖民语言政策。中国人自从西元前221年开始，秦始皇实施的是属东文的语言政策。也就是尊重在地人各种口头使用的语言，只是书写爱另外写文言文。国民党伫台湾实施的，煞是甲台湾人无当作本国人的语言政策，甲台湾当作殖民地。既然是外国人，所以伫军事屠杀了后，就用国语这个无形的枪支，继续屠杀台湾人的心灵。殖民者把台湾人的语言污名化，禁止使用，若是使用就会受到侮辱处罚，挂招牌等等无人道的款待，来造成被殖民者的民族自卑，达成伊好统治的目的。经过半世纪以上的语言屠杀，伊的任务完成。台湾的本土语言拢已经要死东海啊！即马国民党虽然袂当继续禁止台湾语言，讲是放牛食草啊，毋过语言生态已经完全互破坏。台湾已经无青翠的草坡，无草通食，就是自然死亡。若是台湾人家己无觉醒，咱的语言就是安乐死。咱即马要制定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就是要来用 CPR 急救咱要死去的语言。安尼嘛毋互咱做，安尼敢无人性？咱拢听过毒液甲牛渡江的故事，迄个毒液需要牛甲伊载过溪流，牛就讲我袂甲你测试，因为甲你测试我家己嘛会死。结果要到对方的时，伊嘛是甲迄只牛测试，因为迄是伊的本性。今仔日国民党会过来阻挡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就是以毒液的本性在作怪。